近日相戀整整10年嘅 TVB 藝人楊明同拿督千金莊思明正式官宣婚訊，兩人將於2026年8月喺馬來西亞吉隆坡 JW 萬豪酒店舉行婚禮。一張定製嘅喜帖意外流出之後，瞬間引爆港媒同埋網友嘅熱議。從2016年公開戀情到2026年修成正果，呢段感情整整行咗10年。外界最感慨嘅並唔係呢場婚禮有幾咁豪華，而係莊思明終於等嚟咗屬於自己嘅圓滿。畢竟喺遇到楊明之前，佢曾經喺另外一段感情入面跌到遍體鱗傷。好多觀眾認識莊思明係因為港姐身份，但其實佢嘅家世同樣唔簡單。1987年，莊思明出生於馬來西亞一個拿督家庭，父親莊寶係當地知名商人。身價據傳超過8億港元，母親姜玉珠係前亞視演員，舅父江道海亦都係活躍於演藝圈。2010年，23歲嘅莊思明參加咗香港小姐競選，最終奪得季軍。當年嘅佢並非係奪冠熱門，佢係一路殺入咗三甲，因此亦都引嚟咗唔少嘅爭議。有人質疑賽果，有人懷疑背景，但係無論外界如何評價，佢仲係順利咁加入 TVB， 正式踏入咗娛樂圈。只係真正令到頻繁登上娛樂版頭條嘅，佢唔係港姐身份，而係一段轟轟烈烈嘅戀情。2011年，莊思明同埋陳慧琳嘅細佬陳思翰傳出咗緋聞，當時有媒體影到兩人喺灣仔嘅餐廳度約會，席間陳思翰談笑風生，莊思明正安靜聆聽，眼神入面充滿住欣賞。飯後兩人同車離開，戀情幾乎呼之欲出。面對傳媒嘅追問，莊思明始終係堅持兩人只係朋友。可惜呢場窗戶紙好快被督破咗。到咗2012年，兩人嘅關係迅速升溫，有媒體影到佢哋外遊約會，車廂入面舉止親昵。鏡頭下，陳思翰輕撫莊思明嘅面額，甚至係主動送上親吻。而莊思明真係笑得一面幸福。嗰陣時嘅佢，幾乎將所有嘅心思都放咗喺呢段感情上面。根據港媒報道，陳思翰每次回港，佢都會第一時間陪伴左右，唔少日常開銷佢都經常主動埋單。可惜佢嘅付出並冇換嚟同等嘅珍惜。戀愛期間，陳思翰嘅緋聞始終係冇停過，先係被影到同其他嘅女性親密互動，後來又傳出同台灣混血女 model 貝兒關係曖昧，甚至被指秘密約會。眼睇住妹妹一次又一次受傷，姐姐莊思敏亦都忍唔住公開炮轟陳思翰負心，勸妹妹盡早離開。而一次次被現實擊中嘅莊思明，亦都終於開始清醒。佢透過社交平台發文抒發情緒，並且主動同陳思翰劃清界線，對外宣布結束戀情。然而感情呢一件事話放低容易，真正做得到卻係好難。分手數月之後，兩人又喺平安夜嘅派對上面狹路相逢。嗰一晚，陳思翰身邊已經換咗新嘅女伴，而企喺另外一邊嘅莊思明神情複雜，場面一度相當尷尬，或者係舊情難忘。2013年，兩人又被影到銅鑼灣行街食魚蛋粉，復合嘅傳聞再度傳遍喺全港。面對媒體嘅追問，莊思明既冇承認，亦都冇否認，佢只係淡淡咁回應感情事唔想講太多，專注工作。隨後又補充一句關係良好。短短嘅4個字，佢係留低咗無限想象嘅空間。只可惜重新開始並冇令到呢段感情迎嚟轉機。2014年，莊思明突然間喺社交平台晒出手臂瘀傷相片，相片當中兩指闊嘅傷痕十分明顯。佢當時解釋喺拍攝外景嘅時候意外受傷，但其後佢又有傳聞指佢曾經向身邊嘅朋友哭訴自己遭受傷害，之後為咗維護男朋友嘅形象，選擇隱忍唔講。再加上陳思翰過去曾經捲入同前女友嘅肢體衝突爭議，呢場風波亦都令到外界更加擔憂。然而就算係咁樣，莊思明依然係選擇企喺男朋友呢一邊，只係感情入面嘅裂痕，從來都唔會因為沉默而自動愈合。隨住雙方矛盾不斷咁積累，加上緋聞接連出現，呢段感情最終就係行向盡頭。直到2016年，莊思敏公開證實妹妹已經分咗手。呢段糾纏數年嘅戀情，終於正式咁畫上一句號，結束同陳思翰嗰段反反复复、傷痕累累嘅感情之後，莊思明本來以為終於可以重新開始，
但係邊個都冇諗得到，2016年佢遇見楊明之後，又一頭咁扎入一段充滿咗爭議嘅戀情。兩人因為拍攝《愛回家》而相識，好快擦出咗火花。然而嗰陣時嘅楊明喺圈入面其實並唔算咩優質嘅對象，相比代表作，佢登上娛樂版同埋社會版嘅次數甚至比上鏡次數仲要多。1999年加入無線第13期藝人訓練班之後，楊明一直喺 TVB 嗰度摸爬滾打，從跑龍套到配角，再到慢慢獲得戲份，佢行咗10幾年，佢始終係未能真正咁大紅大紫。天天天晴、婚姻合夥人、機場特警等嘅劇集都有佢嘅身影，但真正令到觀眾記住佢嘅，佢往往唔係角色，而係一樁又一樁嘅負面新聞。早喺2005年，楊明就因為醉酒後將私家車停咗喺佐敦道嘅行車線上面，並且喺車入面瞓着咗，被警方拘捕，最終被判罰款及停牌1年。1年之後，佢係因為醉酒同夜店保安發生衝突，被判守行為1年。但係事情並冇因此而結束，就喺守行為期間，佢再次因為醉酒鬧事。根據報道當時佢喺便利店購物嘅時候付款失敗，情緒失控之下損毀咗店入面嘅物品，最終被判履行社會服務令，並且係作出賠償。接連不斷嘅風波令到楊明嘅事業一度咁跌入谷底，好唔容易捱過咗咁多年啦，佢先逐漸憑借住努力從配角上升去到男主角嘅位置。原本外界以為佢終於學識珍惜機會，人生開始重回正軌。然而更加大嘅風暴，佢喺幾年之後降臨。2020年8月8日凌晨，楊明再度因為醉駕事件成為全港嘅焦點。根據報道，當時佢駕駛嘅私家車喺山路失控，先撞上防護欄，再衝前數十米，撞響石壆之後先停低，現場車輛嚴重損毀，情況相當驚險。當警員到場調查嘅時候，發現涉事嘅司機正是楊明。而最具爭議嘅係，根據媒體報道，現場係滿身酒氣嘅楊明拒絕接受酒精呼氣測試。事件曝光之後，迅速登上各大傳媒頭版。最終，楊明被裁定危險駕駛等罪名成立，並判入獄半個月。當年努力經營嘅形象幾乎係毀於一旦。亦正喺呢一個時候，莊思明面對人生最重要嘅一次選擇。所有人都以為佢會離開，但係佢偏偏就冇。從事件調查到法庭審訊，莊思明幾乎全程陪伴喺楊明嘅身邊。根據報道，佢唔單止協助男朋友聘請律師團隊嚟處理案件，每一次出庭亦都親自陪同。面對外界鋪天蓋地嘅批評，佢始終係企咗喺楊明身後面，從未公開切割關係。當法官宣布判刑嘅嗰一刻，坐喺旁聽席上面嘅莊思明更加一度當場落淚。嗰一刻，好多人先發現呢位拿督千金似乎比外界想象嘅更加長情。事實上，楊明嘅感情經歷同樣係唔算平靜。早年同陳敏之交往期間，因為事業不順同埋緋聞不斷，兩人最終分手收場。其後又曾經同圈外女朋友 Eileen 拍拖，後來再同另外一位圈外女朋友 Joanna 談婚論嫁，甚至連婚紗照都已經影好晒。佢最終係悔婚告終。按照楊明後來嘅講法，當時女方一家係長期定居美國，希望婚後移民當地生活，而佢嘅事業重心始終係留咗喺香港。雙方最終未能達成共識，直到2016年，佢遇到莊思明，戀情曝光之後冇幾耐，楊明就跟隨住莊思明飛往馬來西亞見到家長，同拿督外父見面食飯，可見對於呢段感情係相當認真嘅。其後楊明拍戲受傷，膝頭哥度亂咗10幾針，莊思明一直係咁守咗喺病床邊照顧，兩人嘅感情體制又穩定，佢依舊係伴隨住各種流言蜚語。期間甚至係傳出楊明同埋龔嘉欣秘密交往嘅緋聞，不過有關傳聞好快遭到否認。10年嚟，呢段感情經歷過事業嘅起伏、官司風波、輿論壓力，亦都經歷過無數外界唔睇好嘅聲音，但最終佢哋仲係行到婚姻呢一步。近日兩人喺公布婚訊之後，首次一同現身將軍澳電視城，出席咗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嘅宣傳活動。活動現場，一眾嘅演員玩遊戲炒熱咗氣氛，楊明更加係當眾攬起咗莊思明放閃，冇諗到啱抱起就已經脫口而出一句好重啊！瞬間將浪漫嘅場景變成咗大型嘅搞笑現場。莊思明當場哭笑不得，現場笑聲不斷。
講到婚禮嘅籌備進度莊思明直言自己忙到頭暈。由於婚禮將會喺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，好多細節都需要遙距處理，好在有當地嘅朋友幫忙協調。不過講到未婚夫，佢即刻就忍唔住咁投訴啦。佢話楊明有嚴重嘅拖延症，一件事需要提醒3、4次先肯行動，經常要自己不斷咁催促。楊明真係即刻幫自己辯解啦，表示好多嘢其實已經安排妥當，只喺度等待未婚妻岌頭確認。根據了解啦，呢場婚禮原本計劃係延開20席，如今已經增到去25席。而喺完成咗吉隆坡婚禮之後，兩人仲計劃年內喺香港再舉辦派對嚟宴請好友。兜兜轉轉10年，從外界眼中嘅唔被睇好，到如今正式步入婚姻殿堂，或者連莊思明自己都冇諗得到，當年嗰個被無數人圈住佢離開嘅男人，最終會成為陪佢行入婚禮禮堂嘅人。至於呢段愛情究竟值唔值得，或者只有佢自己先係最清楚。但至少呢一刻，佢等嚟嘅終於唔係一個承諾，而係一場真正兌現嘅婚禮。